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串联地。咱今仔日绘本故事的主题讲到防空演习。相信5年级以上的台湾人拢有防空演习的经验。这种演习其实甲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军机有真深的关系。这部上来去，咱邀请训练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为咱来讲详细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学环科。美空袭的基地，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的飞行机会当飞入来台湾，来台湾空袭。所以日本人伫台湾做真济防空洞的设备，这防空洞的设备，就是讲在防备美国的飞机来空袭。防空洞也是防空壕，是战争工事必备的保命的设施。伫战争结束了后，国民党来统治台湾，因嘛原来有定期举行防空演习来演练人员的疏开，特别是伫迄个1955年到1958年，台湾省的民防司令部特别有命令讲，一个人一个坑，一人一坑的运动，就是讲设计这个简单的迄个防空坑，就是咱咧讲的防空壕。主要呢，就是讲利用日本时代所留落来遐个防空壕啦、防空洞啦，甲整修。目的呢是要预防中国共产党的飞机飞来台湾空袭。根据沈宏杰老师的研究，日本时代重要的公家单位拢有做防空洞，但是一般学校敢若有防空壕。防空洞甲防空壕有啥物无共呢？其实伫日本时代，所有的机关、工厂、公园、公共场所，也是说个生产的工厂，拢有防空洞的设备，拢有防空洞的设备。防空洞呢，就是土骹挖一个坑，自挖起来的土，放到边了后呢，用按摩头来控一个洞，来控一个洞，才会挖起来土，才搁甲嵌伫顶面，那像一个巨轮安尼，顶面爱搁种草皮，看起来那像一片草安尼，这是防空洞。但是防空洞除了有所在以外，爱搁有建设的经费，爱按摩图。一般呢，学校机关呢，多数拢无防空洞，拢用防空壕。壕的意思就是城壕，就是古早迄个起城时，伫咧城墙迄外口挖大条沟、深深的沟，这个沟呢，就是壕，防空壕。无水的号做壕，若有水的号做池，迄个城池，若无水号做城壕。这个防空壕就是无水的沟，无水的沟就是若空袭的时阵，咱人要避的所在。学校我会记哩，伫国民学校的做了上好，就是讲要做防空壕的，要挖防空壕的所在呢，爱先种一片树芽，树骹才落去挖防空壕，安尼才有迄个炸逼，树炸咧，无看树骹有即个密人的防空壕。另外防空壕的顶面呢，爱种草皮，种互伊杂杂安尼。种草就是做水土保持的工课，互即个草袂入落迄个做防空壕内底，变做甲吞起来安尼。其实平常时
防空河呢，嘛是我那学生囡仔佚佗的所在啦。防空河边的草皮，嘛是我那学校需要草皮的时，就来挖草皮去用，了后再个补土，互草个发起来安尼。这是我所知影的防空河甲防空河边的草埔的迄个效用。较早学校的防空演习，学生囡仔秘伫咧防空河内面，拢爱遵守一个规矩，就是喙爱天起来，袂使讲话。其实，咧防空演习秘防空河的时呢，就是囡仔伫咧开讲咧耍的时，但是开讲讲话爱细啊声，老师嘛知影讲，囡仔人的喙是天袂掉的啦，所以呢，伊嘛有咱呢。目睭半开起啦，知定唔知安尼，所以教阮讲，若要讲话呢，袂使用嘴讲，爱用目睭讲，用目睭安怎讲？用目睭看，用手比，临时做下教，但是呢，迄个时阵，大家拢会讲算笑，用手比的，定定嘛会拄袂调笑出来啊，老一辈人拢甲防空警报号做淡水雷，空中好朋友敢知影为什么？防空演习的时呢，袂使用迄个电铃，也袂使用电钟，因为惊讲空袭的时会停电，所以学校拢用钢铁管，铁管的声音无共款，平常时用钢钟的，上课用钢钟的，若防空演习呢，就钢铁管。迄个声较大声，搁较沉，传较远。若派出所呢，就用手架的水雷，讲做淡水雷，防空演习或者淡水雷，主要就是讲防备真正有战争的时会停电。暖暖站门口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为着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，咱特别伫今年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。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来投稿。咱今仔日要分享的是来自桃园市桃园区的小米所写的华文作品，由张以尧老师改写台文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记忆。将军，一个远海的乡镇，不是有咸咸的海味，甲厚厚的人情味，也是我大汉的故乡，是一个有济济正生好人厝身徛做伙的庄头。因为阿爸是慢囝，自细汉，阮就拢甲阿公阿嬷做伙大，厝里7个人。食穿悲喜拢伫即间厝里，便若拄着重要的大节日，阿伯阿姑因会招转来，规个正生好人闹热滚滚，加做有活力。大人伫客厅画扇，阮囡仔就伫顶斗烧肉走庄佚佗。有时人坐到客厅嫌伤客，就甲灯椅椅条搬来到店里，虽然摆阵。做伙享受自然风吹来的爽快，来画歌543。讲到社人家的囡仔唔正样，找无稳定的头路。讲社人厝里的囡仔即摆成绩考了袂歹。讲到即摆司机的好歹。讲到要换一个家有影无简单。迄个店斗，哪像即摆的下晡茶咖啡店，收藏真侪人的故事，嘛安打真侪人的心情。
会记起我高中的时，我无法度拼命读册，总是透早起来读，并会搬一条椅仔，坐伫大厅暗念课文甲字词。迄时，正身好灵的鼎斗，就成做我的启示中心。一半声的鸡仔啼会来甲我做伴，用早早起来读册来开始新的一天。迄种恬静的环境甲清醒的头壳，册读起来加真定着安心。伫迄阵少年当铺成的时期，一个人的透早，一个人的正身好灵，互我有一个面对家己的空间，会当好好来打点家己的心思。我6岁时，伫这间厝送走查某祖，了后送阿公阿嬷，过来是送阮阿母。因继续去伫天顶斗阵，搁做一个伙仔。毋过，我印象上深的是因要死进前，剩上尾一口气，拢要转来这间正生好灵的厝，转来这个因出世挂念的所在，是因上尾的愿望。我上班发展遮济冬，拢无法度甲北部当做家己的家乡。即阵我若亲像了解啊，正生好灵对我的亲人，对我的生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作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无像山歌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